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这几天接到未少的民众订正，表示9月份接到红单，并且缴纳罚款，结果12月又接到同款的红单。有民众认为，当着诈骗集团，重复收到红单的民众已经真不满。裁决中心也佮要求这些民众爱家己提出申诉。对此，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也是市府、警察局、交通大队、甲着裁决中心以及中华邮政来召开记者会，希望厘清罚单重复的原因。民众呢，在9月份的时候，这个红单9月14的红单，他在10月份也去 7缴了钱，那为什么他又会在昨天收到同样的一模一样的罚单哦？那所以呢，我必须在讲说，当我们去查的时候，才知道说，哇，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在周5收到的民众，裁决中心说，请他们去申诉。那我的认为很好笑哎，这罚单都已经缴了，何来要再申诉？我们的编预算是说建档作业呢，违规建档的作业的希望你如果好好的建档，哥哥你再重复再开单。你看这是要让你重复开单用的吗？这个无审是要重复开单用的吗？所以我们警察是做了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我要公司要负什么责任？重复开单，要去甲百姓主动申诉，我认为安尼警察局恶质，唔对，只是警察局委外单位交邮局之间的关系，这种一个关系，怎么要叫百众重复罚单要申诉呢？我认为应该，咱市政府也好。要爱甲这个问题去抓出重复邮寄，唔能够教人要申诉，安尼无道理啦。议员表示，以台南市一个月平均大约有7万张的罚单，市府还阁编列1200万，交由委外厂商甲着中华邮政来寄送。交通大队表示，即间重复寄送大约有2000件左右，原因有可能出伫个寄送的回函资料无做比对。交通大队会阁甲委外单位甲着中华邮政来协商，避免类似的案件再次来发生。我们这么久的时间来，也只有在9月份发现这个异常啊，但是这异常，这个说没发现之后没有做个终止哦，让他再做第2次的寄送，这个直接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了哈。但这个地方问题症结是说，因为我们邮件的寄送在后端的厂商，他会把这寄送出去之后。咱邮局去打遐，会打这邮寄的状况做个回执给我们的厂商，就是因为咱回执部分、咱信息部分的讲，这邮件伊无注意送达成功，所以说咱厂商也是依照规定说，必须要2个月的之后再做个第2次的送达。为啥要第2次送达？因为要确保红单的效力的。你也无干2张民众打主张，我无收到红单。如果也这个主张的时候，也去申诉的时候，去告诉的时候，这个红单可能无效。所以，我规定是讲爱1次送达、2次送达，甚至公告送达，这是程序上来做。而且厂商来讲，就是讲他也是照这个程序来做，只是讲这信息的确认。为什么咱如果去把遐还都会给我们的信息，丢给财中心的信息都没有做送达的注记，这部分就是我来给如果来研究的。至于罚单重复寄送，是不是会造成民众重复来缴纳？对此，交通大队表示。原则上，同一张的罚单编号，超商并无法度缴纳，除非是超商缴完以后，民众无注意，搁再用转销来缴纳。至于加缴的部分，裁决中心嘛会主动来退行；而罚单重复的部分，裁决中心嘛会主动来比对，袂搁再互民众来申诉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